有冇姊妹就係特別中意呢啲紫色翡翠啊？今日連姨攞出2款紫色嘅平安扣，仲有2款紫色嘅戒指。呢個係羅冰質地嘅紫羅蘭平安扣，帶淡淡嘅紫羅蘭色，睇落又溫柔又清雅，圓碌碌嘅造型，寓意平平安安。仲有呢個係金扣頭嘅紫羅蘭平安扣，淡淡嘅紫羅蘭色，溫柔又顯氣質，配埋個金扣頭，仲鑲咗綠石同細鑽，精緻又襯得出個平安扣嘅清雅。到呢個係藍紫嘅蛋面戒指，粒藍紫蛋面夠晒飽滿，顏色淡淡地，好溫柔，質地潤度睇落去好舒服。最後一個係粉紫蛋面戒指，夠圓夠飽滿，顏色粉粉嫩嫩，好溫柔，質地潤度睇落都好清透。呢啲貨我相信好多姊妹都中意，但係貨嘅數量係唔多噶。你哋中意嘅可以喺評論區話我知。